号的参赛者，他的名字叫康玉玲，我们来欢迎他。我们欢迎玉玲，玉玲是康进来弟兄以及妈妈叫张秀晶姐妹所生下来的美丽的、可爱的、高高的，在高跟鞋高高的哈，所以我叫高高的玉玲。 Chào anh cháu này thì Ngọc Cô Lạc. Aku di Maya. 他很紧张，真的。 对，没有关系，我们还是要大方一点。我们可能不懂的，我们就用国语没关系。放轻松，爸爸是谁？妈妈是谁？我是谁？这个很重要哈。Aku sama di Joran. Aku Gina di Aulen. Jagan di Lalu. 我们掌声鼓励他，很有勇气讲出来了。那接下来是才艺部分，来，我们先深吸一口气好吗？玉玲，哎呦，好高哦！哎，来，我们深吸一口气，我们跟他一起深吸一口气好吗？哇，怎么有上头的味？好，我们的才艺部分，玉玲交给你了。 我们之间没有挺身的关系，没有互相占有的权利。指甲里迷幻着颜色时，才有渐渐重叠的片刻。 白天和黑夜只交替没交换，无法想象对方的世界。我们能坚持各自等在原地，把彼此长成两个世界。 像白天不懂夜的黑，像永恒燃烧的太阳，不懂那月亮的盈缺。你永远不懂我伤悲，像白天不懂夜的黑，不懂那星星为何会坠跌，不懂我伤悲，就好像。 白天不懂夜的黑，掌声鼓励鼓励！白天不懂夜的黑，蒋小梅当时拿下的第1名的歌曲，在高中，哎，很棒呢。你知道为什么吗？他是其实一句有没有？他就真的是一气呵成，你就是要跑到那个地方哈，真的很不错，而且声音。 本质没有坏哦，而且他唱得很用力，真的，有没有？他一直唱，一直唱，一直唱，有没有？那个头是一直这样，是的，是的，很有力量的唱歌。好，那听完他很有力量的唱歌，我们接下来要考考他一些问题。请抽，
在还会紧张吗？有一点，放松放松。放松的心情。我们的问题是，好，这个问题对我来讲应该非常非常的简单。好，请问在我们背后这座山，它的新的名称叫什么？美人山。哦，美人山。没想到他刚很紧张，就在想这个题目到底是什么。原来是美人山啊！好，好，你现在还会很紧张吗？我们问题还是重问一次，快点。好，问题再重问一次。请问这里长得最漂亮的是谁？他很有自信哦，很有自信哦，找自己，他想说他自己很漂亮。我有说是我，为了要巴结我这样子。没有。啊，那我就不用美颜了。好啦，不过我们还是谢谢我们今天第5号的参赛者康玉玲，我们谢谢他。谢谢5号玉玲，谢谢。接着下来我们欢迎今天第6号。